恩惠国黎明，无快就基督爱无尽，是阮的一切受造，应心感谢，应吹阿罗。大神的主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享受阮新年新的圣日伫阮的中间，主啊，年代的变化，你的听永远无变。虽然时机有时好有时歹，总是你甲阮同在，也拢不变。主啊，你的听伫阮中间，是阮爱常常敲吹，阮爱行伫你恩典、祝福、保护的道路。所以，阮伫新年的主日。阮要继续追找上帝你所摆落迄个恩典的路径，阮行伫这条恩典的道路，享受上帝你的恩典甲祝福。主啊，阮今仔日大家搁一遍组织伫你的面前，同心聚会敬拜。愿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愿荣耀归于你，也阮的敬拜对你圣神的充满，领受到美好圣经的真理，也领受到。阮甲兄弟姊妹中间美好的交陪，美好的带导甲鼓励。主啊，求你圣神甲阮同在，伫即个大专的主日，互阮大家通过大专的时间，搁较认捌，搁较支持三级带导，互圣工通伫大专的校园大大得到开展。当阮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咱煞接下面的听书，牧师先做一个。头前的报告吼，今仔日是大专的时工的主日，高传道大专中心的高传道甲咱中间，直接要来分享主的话。有两项的提早的报告，头一项就是讲，咱小等的10点半吼，10点半到12点，咱的卫生局有特别伫咱的楼骹1楼来开设这个流感预防射的注射，伊讲有开放所有的。兄弟拢会使做，较早讲50以上嘛吼，即嘛开放。咱现在拢真注意即个新冠肺炎啦吼。新冠肺炎咱即嘛已经准备做第3剂啊，即拢照咱的步调咧进行。但即阵过正要过，南北人口流动吼，所以卫生局鼓励讲，咱所有的兄弟若会当治流感，就一般的流行感冒就对啦。治流感的预防针是介好，爱专工来到咱。楼骹要甲咱协助，若是你有好的朋友亲情，伊也袂做，你甲联络讲，你请你来阮教会安尼吼。咱兄弟若也袂做的，小等下摕健保卡，落楼骹来做安尼。所以这场地啦，请同工来协助一下。第二就是讲，伫门口，咱嘛有一个写春联的活动，若有趣味，嘛当做伙来领取安尼吼。用这先甲恁做提醒报告，咱甲时间来交予咱的师会华执事。首先，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28篇，诗篇118篇，我来启，大家来用。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叫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
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初师傅气杀的节，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至权至大、恩典满满的主上帝，认捌你的人有福气，信靠你的人有平安，因为你是全能的神，你的大能搬过诸天，你的信实直到永远。万邦万民拢降服你，敬拜你。你是阮一生最好的帮站甲倚靠，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感谢俄罗主。信实的主上帝啊，2022年救人福音的列车要来起行，相信你的确要秉持往年对阮的眷顾甲恩赐，力上加力，温上加温，甲阮同在，互阮富强教会全体兄弟姊妹也要持续着同心合一、优良的传统，彼此用关怀甲鼓励，尽心、尽力、尽意来做好主的圣工，做好主的器皿，来回应主你对阮的疼甲报赏。凡事尊主做大。顺服伫夏牧师甲谢牧师因的带领，无私无我，牺牲奉献。相信今年富强教会要大复兴，靠着主，逐项的计划、预算也是活动，拢要有明显的创新甲突破，见证你的大能甲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的话语充满智慧甲开力，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较无你亲像落หิ无溪水，求你亲自降临伫这个圣殿，帮助阮拍开心门，应耳来聆听到你的真理，使阮有一粒谦卑甲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灵。好清醒来明白你的启示甲旨意，互阮更较清楚家己的有限甲破缺，发觉阮智微细的缺失甲潜沉迄个黑暗的歹，使阮有勇气来认罪悔改，好得到你的怜悯甲赦免，亲像新的一年，迄个旧的拢过去，今后。伫你的恩典中，成做新创造的人，成做一个有信心、有盼望、有福分的人。阮安尼恳求祈祷，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受上帝的话。今仔圣经节是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26节，我来强读第12节。亲像身躯是一个，毋过有真侪机体。身躯虽然有真侪机体，毋过身躯只有一个。基督嘛是安尼，无论是犹太人，也是外邦人，奴隶也是自由的人，咱拢对同一个圣神领受洗礼，成做一体。搁咱嘛拢啉同一位圣神来得到的润德。身躯毋是只有一个机体，是有真侪机体。骹若讲我毋是手，所以无属身躯；骹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耳仔若讲我毋是目睭，所以无属身躯；耳仔毋是安尼讲，就无属身躯。全身躯若拢是目睭，要用啥物来听呢？全身躯若拢是耳仔，要用啥物来闻呢？安尼，上帝照伊的旨意，将逐款机体安置伫身躯。全部若只有一个机体，哪会当算作身躯呢？安尼，机体有真侪，毋过身躯只有一个。目睭袂当甲手讲，我无需要你；头嘛袂当对骹讲，我无需要你。其实，咱的身躯，遐个看起来较软弱的机体，颠倒较有必要。咱看较无上目的机体，颠倒较着甲因看重。较歹看的机体，颠倒较着甲因糟蹋。遐个较好看的机体，就无需要糟蹋。上帝将身躯安排好势，互遐个较无重要的机体得到较大的尊重，通互身躯免致到分裂，颠倒互逐项的机体互相来照顾。一个机体受苦，其他的机体就做伙受苦；一个机体得到阳光，其他的机体就做伙欢喜。圣经读到这，咱请圣歌队为咱来献诗。
大声做伙来学老主，感谢圣乐队带咱来做伙敬拜服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的开始吼，咱新的消息也无介济啦，毋过疫情又搁小可有风险出来吼。总是咱安尼，咱讲有封闭，但是无惊吓。咱大家拢习惯安怎来好好来保护家己吼。咱也为着这个疫情会当搁一遍人止煞来祈祷吼。今仔日就是大专的这个奉献主日。咱每一年的年初，牧师配合这个伫现在咧做这个迫害教会因的小会议长，所以甲因主持因的这个同工的就任式，所以就提早安排大专的同工来到咱中间，来甲咱请安，用主的话来勉励咱吼。以往几年咱拢有这个主任吼，吴明汉牧师来主持啦吼。总是伊伫年底就因为有新的服侍，去到咱台南的林安教会伫做牧师吼。所以今年咧就请咱的少年辈吼，这个高团队吼，高团队来甲咱做分享，有咱教会青年吼，大专的青年来做报告吼。牧师咧特别邀请咱大家。来做伙关心大专事工吼，大专事工有两个分享。第一个就是讲大专的事工所有的经费吼，一半拢是爱通过咱台南中会国教会大家来奉献来赞助吼。所以你若捌伫咱大专的事工团契接受到安尼栽培的吼，咱真侪会友青年拢是吼，请恁继续。来奉献支持，互咱少年一辈的大专生，因有一个真好的这个属灵的培养的环境，甲传福音的环境吼。事实咱的教会有真侪是对大专栽培出来，比如讲像咱陈佑长老啦、赵文执事啦吼，咱的迄个昌城设计师、咱建筑师啦吼，包括咱前任的蔡牧师蔡牧师伫台北的蔡牧师，伊嘛拢是对大专出来。所以，甲咱来讲，毋是干那支持一个圣工，嘛甲咱真有真深的感情，真深的感情。所以邀请咱大家伫你的开力的下面，咱有即个奉献地，为着因来做奉献安尼。第二就是讲，咱也知影旧年开始有疫情嘛吼，有疫情所以有的教会怎袂当开放呢？所以咱的即个牧师团队要去募款，也是要去报告讲歹势啦，袂使来啦。迄阵有一届敢若剩5个会当。伫即个室内做录影尔吼，所以说到年底吼，煞欠钱就对啦。所以咱的大专中心旧年吼红字吼，不得已才拜托啦，拜托甲中会借讲，快能借阮20几万，互阮渡过难关无吼？你看，咱的大专中心还是有啦，因为大专的事工拢家己少年人拢袂晓趁钱嘛吼。到尾好佳哉，咱的中会吼，大发慈悲讲好啦，20几万吼。安尼一笔勾销，免答
免行啊安尼。啊，毋过今年嘛，佫新的开始啊，年初用佫新的一个年度的有选开始吼。啊，牧师加讲遮的时，等下牧师就爱佫去破坏教会主力圣餐啦吼。啊，咱要甲时间来交互高团队，互伊分享主的话。咱的青年也要来做报告。咱用普发声来甲欢迎来，多谢。兄弟姊妹平安。但先爱来感谢富阳教会众兄弟姊妹对过去一直到现在支持大专中心的事工。对着恁的支持，互阮会使伫校园内底，伫个大专内底继续放胆来去培养学生，来做好的门道的训练。毋望这学生未来拢通成做教会重要的即个支柱。小等下伫我讲到煞了后，由咱的青年也是大专中心现在团契学生小涵，伊会来报告伊伫大专的即个团契的生活，伊的学习，抑佫有伊的体会。咱今仔日所要讲的即个题目叫做“伫基督内底当做集体”，伫基督内底当做集体。伫你的生命经验中间，敢有甲别人合作做好的即款的经验？咱一定拢有甲别人合作过。有一寡合作的经验，互人感觉非常的爽快，合作起来非常愉快。有一寡合作的经验，互人感觉小可凄惨，敢若彼此斗阵起来。就无啥好势。伫我读国小的时阵，每一档的运动会，拢有一场足大型的即个扭大绳的比赛，拔河比赛。参与即个扭大绳的比赛，互我上介大的体会就是，即个比赛互我甲我班上的遮个同学。有一个美好的合作的经验。在扭大绳的时，只要裁判的庆声一响，班上每一个人就同心合意，将所有的精神还佫有气力，放入去手中的迄条绳仔内底，大家伫遐一二三，拍拼咧扭。即时阵，无人会来去嫌讲。想一锤，伊的气力有够细，也无人也会伫咧扭的过程中，伫遐咧想讲，班上的对一个人，对一个同学，伊的人品无介好，只会望全部的人拢出全部的气力，用积个，甲所有的气力拢家积出来，拍拼来拍败对面的对手。哇！即个合作的经验，互我体会到彼此合作是遐尔水，抑佫好。伫社会上，咱也有侪甲别人合作的经验。总是咱伫社会里跑走，咱伫社会里走总，所体验的遮个合作的经验，却无亲像我伫个扭大绳比赛内底体会到遐尔单纯，抑佫有美好。咱甲别人咧合作的时阵，所要达成的迄个目标，往往拢会关系到咱彼此的即个共同的利益。合作的时间嘛袂亲像我咧扭大绳比赛，只有短短的1分钟，乃是搁较久长。即种时间搁较长，目标搁较大的合作的关系。其实为人带来更较大的挑战。不过，伫即种合作的关系中，咱通常只会用咱的共同的利益来当做合作的核心的思考。只要达成目标就好，牺牲什么货拢袂要紧。伫即款合作的关系内底，检测为咱的生存带来利益。但是却互咱失去对生命、
对关系有搁较深的体会。敢有一款的合作的关系，会使超越共同的利益来思考？敢有一款合作的团体，会使安尼来合作的？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中，保罗伊用譬如来教示哥林多教会一个有关伫基督内底同做肢体的功课。信仰群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因为伊毋是被共同的利益来扣掉的，伊是被共同的信仰来招住，伊是互共同的信仰来煽动。伫信仰群体内底要谈合作，咱必须爱有无相款的思考。合作往往爱人为着顾全大局，委屈家己，放弃家己的性格，抑阁有特质。但是伫信仰群体，咱咧讲合作的时阵，咱必须爱用彼此成全来成做思考的根基。因为咱的主就是用即款的想法服侍每一个人，所以伫信仰群体内底咧谈合作，也就是伫基督内底当做肢体的挑战。其实是无相款的人，要怎样来彼此成全，秩序互彼此的无相共，成做正人的利益。这是咱伫咧教会、伫信仰的团契内底，咱咧同工的时阵，上界大的挑战。我甲讲一遍，也就是无相款的人，要安怎来彼此成全，秩序互彼此的无相像、无共款的特质，拢来发展，拢来发挥，成做咱即个群体内底正人的利益。咱对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底看到，保罗用身躯甲肢体的比喻，来解释哥林多教会一个有关伫基督内底当做肢体的功课。伫即段经文中间，保罗讲，说出咱的身躯中的一体，无论是骹、是手、是耳仔，还是目睭，想要高举家己，来展现家己的重要性。伊也拢无要因为安尼来无属伫身躯。保罗伊阁讲，说出通身躯是目睭，对打落会听；若拢是耳仔，对打落会鼻。若百体上一款，就身躯伫打落。所以伊阁讲，上帝照伊所爱，将遮个体髓安排伫身躯，所以打体是侪侪，也身躯是一个。保罗用的譬如，互咱真简单会使来了解，身躯甲肢体来教导合一，实在是真合宜。因为咱的身躯，咱的身躯就是安尼来运作的。每一个器官拢有伊重要的功能，也只有安尼彼此来配合，才有法度来维持咱生命的系统。不过，即款的教导，若是看到怎样来维持基督的身躯，也就是教会的运作，操作起来，检测小可会有困难。伫教会的群体内底，咱会因为彼此的无相像，检测来产生一寡纠纷。人之所以安尼，是因为咱的背景拢无共，咱接受的教育也拢无相像，所以遐尼无相像的人，却要共一个目标来拍拼，真无简单。伫哥林多教会内底，咱毋但要看到，因为因为着社会的地位，为着性别来产生冲突，因也更加为着彼此无相像的迄个属灵的因素，来开始产生
互相的竞争，抑阁有纠纷。咱若对12章的起头开始看起，咱就会发现保罗伊首先要强调的是，少年文士伊并毋是靠家己的拍拼来得到信心，照伊的意思互人。所以伫哥林多教会内底，有一寡人借着信心来领受信心，有一寡人领受医病的文士，有一寡人借着信心会用行逐样的生业，有一寡人借着信心的赏赐来做先知讲方言。虽然这个文士是遐尔无相像，不过因却拢是出伫共一位信心的赏赐。但保罗阁来显明一个更较重要的重点：信心照着伫无共款的人的身上赏赐这个恩典来显明，目的是要利益众人。但是现在即马哥林多教会内底，只有介济文士的人，却开始无法度发挥这个文士的功效。因为因中间有介济的纷争，大家互相伫遐咧比较，我的文士较厉害，自自的较软弱。这个文士就因为这个纠纷抑阁有隔阂来失去功效，无法度来利益众人。所以保罗就透过这个比喻，要搁一摆来敲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伫基督内底当做集体应该爱有的态度。即款的教导，像是诚做咱今仔日伫教会内底彼此同工的时阵，上介好的提醒。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照着保罗的教导，归纳出3个伫基督内底当做肢体必须爱把握的态度。而且保罗伊的目标非常的清楚。就是要引带咱每一个人去追求迄个更较大的恩赐，也就是上帝所赏赐的听的恩赐。伫希腊抑阁有罗马的世界内底，人被分做3种的阶级，也就是上界顶头的即个自由人，伫中的即个已经自由的奴隶。抑阁有上低层的即个奴隶，真歹势。当时的奴隶，因毋但无自由，甚至是无名。奴隶的名通常互马因的主人来号。这奴隶若要得到自由，因就爱做拍拼来做工，致使因有法度甲家己赎回赎转来。不过伫因甲家己赎转来的时阵，因犹阁无法度通来改名，也就是讲，因过去诚做即个奴隶的事实，无法度来被撤销。真简单，就会使去互认出来啊！即个过去做过奴隶。哥林多教会所即个聚会的即个场所，就是由一寡较好野、生活较好过或者的自由人所提供的。但是这无表示，伫真内底你聚会的人，拢是好野人，乃是3种阶级的人同时存在。伫即种阶级分明、非常清楚，抑阁真好来区别出彼此的社会阶级的即个氛围内底，保罗伊所做的教导，互人非常的感动。咱会使讲，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教导。伊讲，伫基督内底，每一个肢体拢相款重要。保罗伫即款的环境内底，伊要求哥林多教会内底的信徒，应该讲，你毋通搁学习社会的迄套。伫教会内底，自由人，你爱热爱两个阶级，你甲奴隶是同款的阶级。伊甲你相款重要，奴隶你嘛毋通看无家己，伫教会内底，你爱提升家己2层，你爱去你甲自由人同款，因为你甲因是兄弟姊妹。即款的教导，放伫咱现代，
咱咪敢若讲，敢若无啥重要。伫基督内底，每一个肢体拢同款重要。即款的教导，毋是人甲人斗阵的基本嘛？伫咱现代的社会内底，人甲人就是用即个互相的尊重来做即个基础嘛。但是我想要甲兄弟姊妹请教的是，事实间真正是安尼？咱敢真正无挂着一个有色的目镜，你看无共款的人嘛？咱检猜无因为社会的即个氛围，就开始伫遐思考哦，啥是较重要，啥可能是较无要紧。所以保罗的提醒对咱同款有效。伊甲咱讲，伫基督身躯内底，每一个肢体拢同款重要。也就是讲，咱袂使因为咱伫教会内底当什么款的职分，也是咱伫社会中有什么款的历练，就来高估家己，来看轻别人。乃是咱彼此爱互相看见彼此的特殊性，也阁有重要性，来互相尊重。保罗伊爱咱伫基督内底的明白，伫基督内底每一个肢体拢同款重要，也就是邀请咱袂应阁看轻咱教会群体内底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老人，无论是囡仔，无论是青少年，无论是伫教会内底当什么职分的兄弟姊妹，咱拢袂使甲伊看轻，因为咱拢是基督身躯的一部分。煞接保罗做出一个更较具体的教导，这个教导非常的具体。伊讲，伫基督的身躯内底，迄个看做较软者的肢体，是更较袂使欠少的。伫基督的身躯内底，迄个看做更较软弱的肢体，是袂使欠少的。伫第一个教导内底，保罗伊虽往强调每一个肢体拢非常重要，但是伊足清楚，伫即间教会内底，兄弟姊妹的生活的水准就是无同款。有的人足好过，有的人足艰苦。所以伊讲，恁遮较好过的人，爱看见你兄弟姊妹的需要，爱来甲因照顾。保罗爱讲，身躯这个体，看做较软者的，搁较袂得无，是因为上帝要调和身躯，伫有欠缺的，一发要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相合，是要互百体平平相眷顾。为单纯，咱较有能力的人，检测会当感觉家己拢是咧付出的，总是咱无法度看见，咱看做较软者的兄弟姊妹，检测伊互咱的即个回馈，也是非常的济。伫我咧带大专团契的中间，过去有一位行动不便的同学，也参与伫团契内底。伊即摆已经毕业，也去读研究所。当我咧读即段经文的时阵，我就特别想起来，甲伊斗阵的迄段日子。伫阮做伙伫团契内底的时阵，我真正比别个辅导搁爱考虑较侪的问题，因为伊的行动无啥方便。迄时我时常伫思考讲，哇！若是伊无伫阮中间有我尔好，阮的团契就会使安排更较侪即个动态的活动，阮的聚会会使更较丰富。阮咧办生活营的时阵，甚至逐个人会使做伙去爬山，去爱行足侪路，才会使到的迄款的秘境，总是上帝安排伊伫阮中间，互阮无才调来安尼做。直到有一遍，我甲伊伫生活营互相斗阵的时阵，伊的话，伊帮助我的性命搁较提升，也搁有突破。迄遍，阮做伙伫海边仔咧耍水，
因为伊的行动无方便，所以我必须爱甲伊扶的。阮两个就只好徛伫遐，徛伫海边仔，互海鹰安尼冲过来，啊，搁看海鹰提去。即款的体验对伊来讲是过去毋捌经验过，因为无人会带伊去海边仔。伫遐我甲伊佚佗的时阵，我常常有一个体会，非常的深刻，也就是我竟然甲一个行动遮尔无方便的人，做伙伫海边仔咧佚佗，而且耍甲非常欢喜。即款的体悟，互我开始明白着，原来人的生命有遮尔大的可能性。当阮互相帮衬的时，阮就无搁互过去的不足来限制，而且是透过阮彼此的帮衬来超越迄个阮原本生命中的界限。无论是伊行动不便的界限，还是我的眼界伤细的界限，拢因为阮的斗阵来超越。事后我甲伊感谢，我甲伊讲感谢你参与伫阮的团契中间，互我通看见生命更较丰富的可能性。结果伊也甲我讲，真多谢团契，带伊去遐尔所在，这些所在拢是伊原本无法度去的。伊的回复互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伊真正明白我所体会到迄款彼此帮衬来超越彼此的即个界限的感受。兄弟姊妹，伫咱咧同工的过程中，咱时常真容易就看见别人的欠缺，但是咱会袂记住，其实咱每一个人拢必须要借着彼此的帮衬，才有法度才做一个更较完全的人，敢毋是安尼吗？伫今仔日的社会中，咱的社会的氛围，大家拢要追求成功，所以无人也是足少人会甲伊心内的软者讲出来。这诚所以咱要照顾迄个更较软者的兄弟姊妹的困难。但是通过保罗的邀请，咱伫基督团契内底的人，咱目睭真正爱抛开，咱身体爱搁较侪的感受，咱爱去看咱的肢体，伊的软者、伊的软弱、伊的不足到底是甚物？啊，咱家己的亏力是甚物？有法度来相甲调和，互上帝的身躯的姿势，当咧跳舞的时阵，当说起来搁较水。对这点，特别引带咱去到保罗互咱的最后一个提醒，也就是若百体受苦，若一体受苦，就百体当受苦；若一体受灵光，百体当快乐。这个概念嘛，非常简单来了解。咱的身躯，也就是讲，咱的指甲，每一届我加指甲的时阵，拢会有一个屑屑，拢会串签。啊，迄个拄啊伫指甲，还佫有指头啊下巴中间，若要甲伊用起来吼，遮着足疼的，非常艰苦。咱的身躯只要有小可的空喙，咱就全身躯拢痛苦。保罗咧讲的概念就是安尼，只要有一个空喙，全身躯就痛苦。伫基督的肢体内底也是安尼。但是事实来讲，咱时常较简单、较容易会使甲别人一同来哀伤，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无想要家己拄着困苦的代志，所以当别人拄着苦难的时，咱比较有能力，会使来想象，迄款的苦难是伫咱的身上造成的性命的威胁的苦痛。甲这相比，有一项能力，互咱庆贺，就是甲别人同快乐的能力。咱毋通看轻甲别人同快乐的能力。
因为成功常常惹来是更较侪的怨妒。咱逐个人拢想要家己成功，毋是别人成功。所以当有一个人会使真心替为着你的成功，伫遐咧欢喜的时阵，你爱感谢上帝，因为即个是你真正的朋友。咱会使思考，咱会使想看下，咱身躯边敢有即款人？也会使佫家己说过来，想看觅，咱家己敢有即款朋友？伊的成功，咱会替伊感觉非常的欢喜。接着保罗的邀请，咱伫基督的肢体内底，诚做兄弟姊妹的人，应该爱为着咱兄弟姊妹的成功，做伙来欢喜，也做伙上主献上感恩。兄弟姊妹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斗阵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三个斗阵就是三听的实践。伫大专的团契内底，阮甲学生做伙咧做的，就是透过真实的团契来去学习信仰，来克服彼此生命的困境。真实的团契会迫使阮每一个人开始去明白彼此的无相同。开始甲真正的家己来相拄，因为你甲人斗阵的过程中，你会使看见，原来我的个性是生着安尼。你会甲家己真实的相拄，这也会迫使邀请咱去学习要安怎来彼此相听。真实的团契，伊的成本非常的悬，因为当咱每一个人拢意识到我甲别人的差异是遐尼大的时阵，以后去必须做一个决定，也就是用基督的听来听对方。这种的情形，不只是要伫团契内底来发生，阁要对团契内底线转去学生伊原本的性命，伊伫学校甲同学的关系，伊的家庭，伊的母会，甚至是伊未来出社会面对真正无共款的关系的连结。大专的团契。所做的事工就是安尼，检测无伫一时啊，就来看到伊的效果，总是伊的影响力却是非常的久长。伫咱的生命中，咱检测拢会因为看见别人身躯顶的这个模式，来体会到哇，这就是基督的疼痛。伫遮，我嘛想要搁一遍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将你所理解的信仰，甲伊挖出来，甲伊实践出来，互别人因为看见你的生命，来体会到哇，这就是基督的疼痛。因为这款的印象，要帮助咱伫团契生活内底，伫咱家己灵修内底，伫咱读经的时，过一遍清楚，咱信仰的价值，还有意义是啥物？今仔日照着保罗的教导，伫基督内底每一个肢体拢足重要，爱特别照顾弱势的肢体，因为因是基督身躯更加袂当无的。肢体是一同受苦，一同快乐，这三种的态度是要帮助咱更较清楚、更较明白，咱怎样来追求耶稣基督的疼痛。愿主来帮助咱，互咱真正拢开始跑走伫即款的信仰的道路内底，克服当做肢体的困境，做伙来体会到伫基督内底听得到的真的合一。咱做伙爱头来祈祷。上主，阮感谢你的呼召，互阮真兄弟姊妹。通有这个福分，诚做你的囝儿实世，还阁伫教会内底彼此同工，诚做你的肢体。主，但是阮知肢体是肉做的，当阮咧彼此调和的时，会痛，会受伤，会因为误会来产生侪无共款的伤害。
主求你信心来帮助阮，互阮对遮的经验内底来看见，要怎样对彼此的无相像，来找到迄个平衡，互阮会使照着彼此的无相像，伫你的内底互相来调和，来成做正人的利益。所以阮知，独独阮一个人，别人做见证的时阵，也毋是完全。只有阮规个信仰的群体，做伙伫你的内底当做肢体，即款跳出来水搁好的姿势，才有法度搁较侪人来介绍，阮诚做你的百姓是怎样有福分，是怎样会无相共，是怎样对你的内底得到生命的提升。愿你真实来看顾阮，帮助阮。愿安尼谦卑祈祷，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然后邀请阮的学生小涵来报告。大家平安，我是区小涵。平常有伫提摩坎牧区聚会，嘛有伫敬拜团服侍弹贝斯。我即摆是成功大学3年的学生，伫大专中心的成大团契聚会，真欢喜今仔日有即个机会伫大专主日，甲大家报告大专的事工。请大家做伙来看大专中心的特刊，也伫周报内面。伫特刊内底会当看到，阮大专中心服务的对象主要有9间的学校、11个团契。除了平常遮个团契聚会，嘛会举办开学礼拜、毕业礼拜、圣诞礼拜。每学期嘛有无共主题的读册会，有信仰的，有健康的，有家庭的，互遮个学生有学习的机会，伫信仰顶面得到造就，生命得到成长。每年歇热的时阵，大专中心会举办信仰培根营，嘛会和台南各地的一寡教会合作，举办夏季学校，互遮个大专学生有机会运用伊所学到的代志去服侍读高中的青少年，甲主日学的囡仔。先感谢各位兄弟姊妹过去一直对大专中心的支持甲带导，阮才有法度完成遮尔济美好的事工。旧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有真侪营会必须取消，也是停办。真感谢上帝，经过2个月的三级警戒了后，疫情稳定落来，互阮伫8月底的时阵，会当举办实体的营会信仰培根营。有一寡提摩太牧区的青少年嘛有参加即届的营会。伫即个营会，阮会用较轻松的方式，带遮个高中生读圣经、认识上帝的话。但是阮毋是要直接互因答案，是要引起伊对查囡的兴趣。希望伊伫营会结束了后，嘛会当继续家己去读圣经，有能力去就近上帝，追找真理。看到因对营会的头一工，无啥知影要安怎参与讨论，到落尾会当家己提出问题，甚至讨论到无想要休困食饭，实在是真感动。大专中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伫遮牧师、传道也是辅导，定定拢会提醒学生一件代志，就是因无法度一直陪伴踮伫学生的边仔。有一天学生拢会毕业，伊只是一个引出来的角色若定。大专中心的目的，毋是要共人留落来，颠倒是希望来到遮的学生，经过几冬的学习，伫毕业了后，毋管是转去厝里，还是留伫外地，甚至是去到国外，毋管伫倒位打拼，拢会当将因伫大专中心所学到的物件，带转去厝，
带去各地的教会，应用伫生活、信仰顶面，嘛会使将遮个方法分享互身躯边的人，集体会当互相照顾，互愈来愈侪人会使行伫追找真理的道路顶面。若是要移伫遮个团契、营会事工，阁有大专中心即栋已经要50档的建筑物，嘛有真侪需要真理医护的所在，都需要请各位兄弟姊妹伫小为大专中心奉献甲代祷。除了大专主任以外，奉献地暗内底嘛有资料，会使透过线顶也是信用卡，每个月奉献100块、200块，拢是对咱大专的学生真好的支持甲栽培。像遮个力量嘛会加做大专中心继续往前的力量，互咱将遮尔侪美好的事工传互搁较侪人。这个支持会伫未来倒转做伫地方的教会上，互亲人加做教会的愿望。祝福各位兄弟姊妹伫疫情的期间，嘛有上帝的保守甲引带，感谢大家。感谢各团队会早起通过上帝话来伫咱中间分享教导咱，也多谢小涵咱本会青年，用因即马的少年人的台语，勇敢伫即个所在来报告。咱的确爱家伊搁较深的一个鼓励啦吼。我相信伊搁来台语会愈来愈进步，会愈来愈好吼。这时阵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听。咱来吟一首的圣诗，481首，481首，咱坐咧吟。这首诗歌的中间，咱要大声请圣歌队来吟一摆，第二摆咱才做伙来吟。咱对基督。基督恩典来得到合一，也得到成全。通过一早起，个团队的分享，伫你的心内来做回应，来感谢主，也通过咱伫主的面前所得到的鼓励，搁一遍将你家己摆咧献伫主的面前。
下面咱做伙来为着新的年度，咱福强教会伫即个所在所要做的，伫中集这核心同工所计划的事工，伫教会开始渐渐来推行，这个无毋是要造就帮助咱，互咱得到上帝恩典。所以咱也为着教会新的年度一切，伫圣神感动你的内面，咱来祈祷。第二，为着福强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无论是伫家庭、工作、经济、伫肉体病痛的所在，咱互相来关心代祷，搁较侪活出基督的疼。为着台湾即个岛屿的平安，伫即礼拜，搁看见疫情，搁伫桃园机场搁来发生，望主的怜悯，咱会当紧紧通过中央这工作人员、医疗人员的帮助，即个疫情会当来控制。为着你家庭的需要，咱做伙昂头来祈祷。阮的主上帝，阿乐感谢你，会早起伫你恩典的中间，甲伫你圣神的激励，阮同心来到伫你的面前。阮的灵较无伫你的圣殿求困你，阮也毋茫通过守主日，伫主上帝你恩典的中间，互你欢喜。阮特别为着新的年献上阮的感谢。阮确信，伫新的年，你有缘要大大祝福、带领、保护阮。阮也确信，伫即个新的年的中间，你要将丰盛的生命、丰富的产业，对天来拼落，赏赐阮每一位兄弟姊妹。阮佫较要因为你即款丰盛的祝福，互阮的生活，阮伫家庭、伫工作场。来见证你的美好，阮佫较要伫圣神感动的下面，伫新的年，阮决意佫较追求你的话，愿你的真理的能力加添赏赐，来掌阮每一个人伫生活顶面经历亲近你，较无你话语所带来阮生命改变，也因为安尼，阮欢喜委身侍奉伫教会。各种无共款的成功，阮欢喜做伙伫福强教会即个大个属灵的家庭的中间，来宣布、宣扬主你听伫阮的心上，来见证主你的恩典，也欢喜伫社区的顶面渐渐开阔阮的看气，来传扬你的福音。主，恳求你施恩保守。伫福强教会有侪侪兄弟姊妹，信心软者倒退，嘛有肢体身躯病痛，愿医治的主施落你的医治，圣手扶持保护，伫遮个需要伫因心灵得到勇壮，肉体得到医治，阮的兄弟姊妹中间，阮也常常亏欠你，伫你恩典的中间，袂记得。这是你所赐的，阮常常掠家己做骄傲，掠家己能力真傲，来解决、来处理、来面对侪侪困难。阮袂晓活到伫上帝你面前，自信来仰望看你，我靠你来赢过所有的困难甲挑战。恳求你赦免阮，也恳求圣神伫阮的心内搁一遍。来刺察阮，互阮伫凡事仰望你，互阮伫凡事会晓找求调起你。主啊，恳求你怜悯帮助。这个时阵，阮要为着台湾的平安，恳求主施落恩典。你的听，你的信息，你的公义甲和平，对天降临，施落伫即个土地，互阮徛起伫即个所在，社会和谐。百姓通伫主恩典的中间平安来过日，
主恳求你也怜悯保守，全球伫即疫情威胁的中间，只有你会当改变，只有你会当互即个疫情来止煞，来离开。伫你创造宇宙的中间，伫你所听百姓的内面，愿被上帝你赏赐你一款的信心交托伫阮所着做的。主，阮知影，阮所做的是遮尔微细，毋过你通过阮的所做，要来成就你美好的计划。主，阮学了感谢你，搁一遍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互阮通伫会早起伫遮合伊敬拜。献上阮的感谢，献上阮的学乐，阮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把时间交互师会。咱这位奉献。请起立，咱做伙来唱奉献的诗歌。请坐，接续咱来看，来报告。咱报告前，先来看周报的后壁面本月的金句。本月的金句是马太福音28章18、19、19节。咱做伙来读两次。开始，耶和华近来对因讲话，讲。天顶第一个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教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神的名。搁一摆，耶稣近我来对因讲话，讲天顶第一个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神的名。马太福音28章18、19、19节。咱就报第二页有下礼拜的服侍的同工，请相关的人员大家来看也为做后礼拜的事工来做准备。第二页到第三页的内容
聚会的资讯啊，大家来浏览。第四啊，集体的交通，咱今日感谢台南中会大专中心的高伯恩传道，来咱分会报告。他拄啊牧师也做真济介绍，我就无搁再来重复。第二点，小会公告，咱有定伫正月16下晡1点30分，伫2楼的会议室，请各小会员留意时间，做好准备。第三点，财务组的报告。第一小点，咱正月初9，也是今仔日，开始来受理的会计的簿册，请相关单位的会计也是单位的首长来关心这个事，做好准备。第二小点，咱奉献地拢有今年阁已经更新，有一寡地啊，拢伫咱4楼楼梯口的迄个架位，若有排入内底，就照迄个顺序，若无，就是迄个架位下底有真侪空白，请大家来填名，写名，然后写编号，搁来放伫你的架位。第三小点是咱有推动真济的奉献项目，有感恩节期的奉献、宣教事工、感恩图、培训的专场，还有生日的奉献，请大家来关心。第五点，咱2月20会员的资料，各单位爱准备咱合会的一寡基本图册甲计划以及决算的表格，请各单位做好准备。第6点，爱心午餐，拢有做一个更新的改变，就是10点50分要来正式用餐，做伙祈祷了后，才来用餐。还佫伫即礼拜到后礼拜有一个拢有餐券摸彩的活动，用餐的人拢会送摸彩券，伫正月23要来公开抽奖。第7点，头拄牧师有报告了流感疫苗即个消息，我也无搁再重复。第8点，咱教会开始收二手的衣服甲用品，请大家若有无用的，还佫会堪即用的，做好清气的动作了，会当来送来咱教会的地下室。第9点，咱有真好的喜事，4道长老交邱义杰因公主要来娶新妇，佮咱前的神学生郑优成神学生伊嘛有结婚的喜事，咱为因祝福。第8的集体交通，请大家来关心，为这个需要代祷的人，来做咱代祷，互因领受主的恩典。以上，请牧师来补充。佮有，咱今仔的书法补充一下，咱书法是谢福龙老师，伊要来做一个书，迄个挥毫的春联，请大家踊跃去来索取。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会早起通伫即个所在做伙聚会。咱继续来为着大专中心因的事工来关心甲奉献代祷，特别最近大专中心的主任拄离任，所以个团队会真辛苦，甲遮同工真辛苦，所以为着因伫年初
这个大专事工伫咱南部高境的学院所做的事工11个团契，为着因来祈祷。咱嘛知影牧师夏牧师拄则有报告，大专中心的即个硬体的部分已经差不多被定位是围路啦，吼，真久，所以伫计划到底是要整修，还是要重启？头前即个以上事工，放伫咱的祈祷中间，为着即个代志，事工咱继续来关心。咱的新春得要到，教会有准备春联吼，所以小等一礼拜煞，咱会当伫1楼来摕。迄个月历吼，月历嘛有剩淡薄。如果你厝内底需要第2份，伊愿会当摕吼，伊愿会当摕。咱补充代志到即个所在，毋知有第1遍来伫咱中间的兄弟无？我手中无名单。若无，咱就将时间来交互咱的师会，咱来做结束。请起立，咱来唱尾遍的诗歌。结束了，请牧师为咱来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扶持帮赞，甲咱众人三个伫地，伫即时直到永世代。阿门。请坐，静默闭会。